我明明就有主文啊，怎么敢唔相信我呢？我相信你啊，不过我点演佢都全无听 V 的自信嘛，都想讲只好亲配件啊。我明明就有主文啊，你爱用将我来做为，你应该要去争取啊。哎对，不过头先点演哦，处理了件事情都真麻烦呢。哎，看到后背咧又排到暗床，无想到本期哦按麻烦嘛。我嘅想法唔重要，骗人嘅面子较重要，你根本无重视我嘅感受。还没当重视你啊！哎，张我想讲吼，你喊得出来，应该发时间去弄不了啦，是东西，莫紧都要点后头要点面太细上。我嘅意思就是讲，我哋打拍来，将扣下嘅时间，你对我动有耐心，动包容啊。无啦，哎，想讲吼，哎弟，你莫事都改件传堂咧，张会安全又安上心。无啦，你下摆转去哦，我负责来听，来主问，啊，你哦，我转去验尸准备好无？嘿，唔讲咧哦，你一定要去主文哦。哎对啦，喊摆呢，较做地位咱会主问，啊，去之前再我打电话联络，绝对无问题。好啦。好，哎呦，根本伊咯，按难得出来，莫伤心呢，莫分解到坏事情打翻伊心情。好啦。啊，等下哦，都落去咖啡堂啦，做啲世界几轮过啊，然后呢，你张落去看天阳做补偿。真经啊，嘿，唔讲咧啊。无问题，你看到嗰片无？嗰集哦，迄集无人比较微缩，等下你都落去嗰片翕相。啊，真经哦，我想要去呢。啊，我张小啊，东久无新嘅相片做嚟分享咧。无问题，你哦一定针对我样样实质咧。真嘅呢，其實啊，我話到話，細個啊都唔中意天數細啊，冇會翕相，冇想到你當會翕相，又當有耐心咩？我最中意就係你一點嘛。冇啦，曉得翕相嘅細個年輕多，不過吼，我又較用心打地位啦，因為呢，我相信我用心才會成功。還有啊，我個養種人哦，按獎嘅多，那有可能講呢，會翕嚟借。啊，木亮啊啦，真嘅當會講翻呢，好得用。我哦，都會希望你快快樂樂，你按會發現哦，你會變到當姐哦。啊，跟我唔就慘誒，我咩唔係調試我喜心的呀，因為我就想我明明就有主文呐。係啲啦，下禮拜哦，我負責聽，去做聯絡哦，聽說唔會出差錯。好，一定愛去哦，唔講嘅啊。啲啦，好啦，你要出發下一站嘛？好啊，來。好。哇，好定好用上瘾，像是严格一下诶，就和好了。俺有冇事情嚟做冇啊？大德啊，真係都會安慰人明明呢。唔過啊，係講係挨發，明明就有打電話來去聽位，對方就講，唉，冇聽到嘅話，應該會知道當什麼錯嘛。因為啊，也約會呢，係聽得當久嘅事情。你講冇聽到嘅話，真係當大聲哦！美好的也打得啊，再甜又當體貼，哎樣嘅事情就會變做冇事情，錯冇啊？也咁唔記嘅氣氛咩無了，記一下，誒咪強下嘅嚟看一下，係講啊，冇生意同世代朋友、社會朋友嚴格嘅世界，我用如何嘅方式？夾夾呢，幫對方不要繼續生氣了，補償對方一些的事情，也都有客家話愛搞太切家哦。佢也下下咪看一下，也條嘅詞彙韓國記嘅，愛用版來講。一開始呢，愛搞太切家嘅詞彙就係相信，相信嘅客家話愛用版講呢，相信。相信，冇唔錯，兩三人強下啊，相信就會當重要嘅事情。係講啊，冇相信佢嘅事情啊，就做得個，為什麼不相信我？做乜嘅唔相信愛？做乜嘅唔相信愛？有上事啊，係講兩三人冇建立也相信嘅事情嘅話，當然可能都會覺得都冇安全感，也係冇幸福，錯冇啊？故說相信係當重要嘅事情哦。佢一下呢，咪愛來學一下伊嘅詞彙，
按到重要，重要，重要。对我来讲，两三年强下，嘛嘅事情当重要呢？有当到细仔朋友会讲，哎呀，同我朋友强下出去嘅时间哦，我好好来表现咯，因为我嘅面子很重要。面子嘅客家话用办讲呢？面子，面子，故说呢，呀，啲时节啊，谁冇朋友可能就做得讲，好啦好啦，别人的面子比较重要，骗人嘅面子较重要，骗人嘅面子较重要。嘅男士嘅我用办讲呢？骗人嘅面子夠重要，騙人嘅面子夠重要。唔過我相信啊，也下無論係細仔朋友、細妹朋友，應該都懂重視呀面子嗬。會知道啊，也係懂重要嘅事情，唔好本係下面子啦。故所呢，講到呀面子啊，又講到咧，其實兩三年嘅感受係懂重要嘅哦。感受應用辦講呢，客家話會講感受，感受，感受就係感受嘅意思。其實啊，兩三年強下，就算冇講話，佢未知曉講，嘅感受係樣嘅，我嘅感受係樣嘅。故所啊，係講事情啊，冇結結嘅話，可能兩方就會有一方出來講。你根本不重視我的感受，根本冇重視我嘅感受，根本冇重視我嘅感受。係啊，係講兩三年後，有一方講出一句話嘅時節，可能佢係遠東久嘅人了。故說兩三年啊，也感受去互相來去觀察。互相來去關心，也係同重要嘅事情。韓國啊，談嘅戀愛啊，都冇容易呢。有件事情同重要哦，就係耐心。耐心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？耐心，耐心。兩三年後，耐心同重要哦，因為啊。兩三年強下，其實呢，唔到就會馬上進入下一段可能係不幸人嘅關係。故所啊，兩三年培養呀耐心，就會懂重要嘅事情。係講啊，嘅另外一半當有耐心，沒做得按樣來稱讚他。你對我很有耐心，對我當有耐心。對我當有耐心。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？對我個有耐心。對我個有耐心。潛到嘢，對我有耐心嘅人講簡單，咩唔係講當簡單，講唔簡單，其實真嘅係當難嘅事情哦。故所啊，係講有上司。另外一半對我冇耐心咧，就行到嚟愛分數嘅世界咧，嘅有一方就會吃到很傷心，對嗎？傷心我用辦講呢？傷心，傷心。這樣嘅時節啊，就夾夾咧來去尋人嘅兄弟，尋人嘅姊妹。佢記到呢，咪搶咗嘅老人講，不要傷心，莫傷心，莫傷心。錯啊，嗌兄弟姊妹同安慰講莫傷心，唔過啊，自家愛行出來，真係較重要嘅事情了。但是啊，有啲情形嗬，可能啊，記到兩三嚴格嘅以後，分數嘅了後。都吃到懂傷心，有一半就想愛來補償一條嘅事情，
补偿嘅客家话用办讲呢？补偿，补偿。係講啊，兩三年啊，啲嚴格嘅時節，有一封做得主動來補償，我去做乜嘅事情呢？建議做得按樣講，去看電影做補償好嗎？去看天陽做補償好麼？去看天陽做補償好麼？有嘅時間唔愛講好，又係唔好呢？好啦，無乜嘅事情吼，就夾本自家心情較歡喜到嘅啦。因為呢，有當多嘅人，那我一般佢其實呢已經很用心愛做一件補償嘅事情咧。故所也用心，愛用乜講呢？用心。用心，我相信啊，真正嘅用心係做得感受得到嘅。故所呢，咪分享本大家一句話哦：用心做，聽錯會成功；用心做，聽錯會成功。大家都好為忙啊，唔知啊，兩三人之間嗬。都有用心無啊！其實做一情人，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，係當重要嘅課題呢。雖然講起來當簡單，但是做起來真嘅無按過哦。係個無生意嚴格咧，大家聽錯要有耐心，然後對方來做溝通，按樣將做得好好來維持關係。趕快和好哦，唔好咁嚴格啦。因為有人講兩三年啊，情人，像係呢，我強下出去了，就底下講，我難愛一般，有適合哦。因為啊，強下出去了嘅時節，聽錯會遇到當多嘅事情錯忙啊。係講啊，發生乜嘅事情都做得強鬆嘅結結。佢呢聽錯本兩三年嘅感情做得哇升溫到不行咯，錯忙啊！佢接下來就向下來看一下，也大德韓國也明明，韓國去哪條嘅所在向下講呢？也下下面向下來看咯。